2026年7月，香港養和醫院外連續幾日都俾港媒記者圍到實一實，一條牽動成個華語影壇嘅大新聞瘋狂轉開。而家74歲，一手整出香港武俠電影黃金年代嘅傳奇金牌製片人施南生，突然重病病危，緊急送入 ICU 睇住醫，而家仲未係生定死。消息傳開淨係3日。圈內一班老友全部放低晒手頭嘅工，輪住去醫院睇佢，畫面睇到無數影迷個心實一實。頭一個現身嘅係治咗40幾年嘅張艾嘉。7月6號，佢着住一身素黑嘅衫，急急腳衝入住院大樓，對住鏡頭全程黑住面，半個字都唔想多講。7月9號，佢第二次去病房，足足陪咗個半鐘先走出醫院，俾記者圍住追問病情嘅時候，平時溫柔從容嘅佢罕見情緒唔穩定，公住眼反問記者：你哋想佢點先？冷靜翻之後，淨係留低一句：我會將所有人嘅關心都話俾佢知，就急急腳上車走咗，半句病房入面嘅情況都唔肯多講。同日傍晚，林青霞遮到實一實低調現身，黑色鴨舌帽、2層口罩、深色鬆身衛衣將成面遮到冇得再遮，全程低頭避開所有鏡頭，排隊等電梯嘅時候唔出聲，冇帶助理，自己一個入咗病房區。志得內情嘅港媒記者講，林青霞喺病房入面留咗差唔多2個鐘，走嘅時候眼紅晒，全程唔肯接受任何訪問，睇得出佢心入面難受到唔得。最令網友諗好多嘅，就係同施南生一齊36年嘅前夫徐克。7月9號深夜同7月10號下午，徐克2次自己一個去醫院，着住深色便服，鴨舌帽壓到好低，成面嘅皮被遮都遮唔住。記者問佢前妻嘅情況，佢把聲又忍又攰，慢慢咁講，佢仲觀察緊，要好長時間靜養，麻煩大家俾多啲空間佢，多謝大家關心。有跟咗佢好多年嘅余記講，其實消息未爆出之前，徐克幾乎每日都抽時間去醫院陪佢，經常留到深夜先走，刻意避開鏡頭默默照顧。如果唔係今次俾媒體首度影到，佢根本唔想外人知道自己頻頻去探病。余爭、許鞍華呢班老一輩香港影人都陸續低調去醫院，醫院門口長期有記者等，仲沉重壓抑嘅氣氛隔住手機畫面都 feel 到。好多影迷揾翻施南生近期出鏡嘅相，對比之下個心仲沉。今年3月，佢仲喺半山豪宅接受訪問，屋企擺滿收藏咗好多年嘅中式古董，精神飽滿，講嘢又快又清楚。講起當年同徐克一齊開公司拍電影嘅事，仲神采飛揚。點知過咗2個月嘅5月，佢去老友谷美麗嘅喪禮，成個人突然瘦到變晒樣，顴骨突晒，面白到冇血色，行路一定要撐鬼杖，仲要2個人一左一右扶住先勉強行到。當時已經有粉絲留言話擔心佢身體透支得太勁，點知2個月就傳出病危入醫院嘅消息。而家呢位撐起港片半邊天嘅幕後女王躺喺病床上，身邊冇親生仔女陪，守喺門外同病床邊嘅，全部都係自足半生嘅好朋友同已經分開咗嘅前夫。一段跨咗差唔多50年嘅人生、事業、愛恨糾葛，隨住呢場突然嚟嘅重病，徹底擺咗喺所有人面前。據圈內人講，施南生今次病重唔係突然發作，係幾十年長期操勞，情緒唔開心，加上年紀大身體變差，好多舊病一齊爆發。徐克喺醫院同老友閒聊嘅時候，都悄悄講出拖垮佢身體嘅幾個原因。第一章，出身好又留過學嘅才女。施南生1951年喺上海富商屋企出世。屋企有錢，但一啲嬌生慣養嘅習氣都冇，骨子入面特別獨立唔認輸。15歲自己一個去英國讀書，只講英語同法語，見識同眼界比同齡人高好多。70年代搬去香港住之後，佢唔想靠屋企嘅關係過舒適日子，硬係闖入啱啱起步嘅香港影視圈。當時影視圈幾乎全部都係男人嘅天下，幕後核心崗位幾乎冇女人做。施南生就靠住做事夠果斷，只得同人打交道同統籌，好快就站穩腳，先後喺幾間電視台做，熟晒拍夫、發行、宣傳嘅全部流程，
好後生就做到行業高層。1981年，佢加入新藝城影業，成為新藝城7人小組唯一嘅女仔，全權負責公司嘅展、談判、海外發行呢啲重要事。1984年，佢同徐克一齊開咗電影工作室，成為徐克做電影最穩定嘅後盾。徐克只得諗橋段拍夫，但唔知市場同營運。施南生就負責揾投資、開拓新市場、控制成本，硬係將《倩女幽魂》、《新龍門客棧》呢啲經典港片推去全世界。幾十年間，佢監製過百部華語好戲，拎過好多國際電影大獎，係大家都認嘅港片黃金時代幕後大功臣。就係因為長期高強度做嘢，作息同食飯唔定時，經常捱夜趕工，佢身體早就埋下咗病根。第二章，為愛唔生仔。施南生半生嘅遺憾同身心攤晒，大部分都係因為同徐克36年嘅糾纏。1978年兩個人質，當時施南生已經係圈內資深高層，徐克只係啱啱出來做嘅新導演。因為大家都中意電影，好快就拍拖。拍拖之後，施南生全心幫徐克搞佢嘅導演事業，工作同生活嘅雜事全包晒，甘願做佢背後嘅人。為咗就住徐克專心拍夫，兩個人早年講好唔生仔。施南生二話不說就放棄生小朋友，將所有心思都擺喺兩個人嘅電影事業度。1984年兩個人擺酒一齊打天下。1993年徐克傳出緋聞，令呢段感情出好大問題。經過好多波折，兩個人1996年先正式註冊結婚。林青霞仲親自做伴娘。結婚咗好多年，徐克幾次都傳出同其他人曖昧嘅新聞，外面講到熱烘烘，但施南生永遠都處理得好體面，鬆唔會公開同佢吵，唔會講自己幾慘，所有唔開心嘅事都自己一個人吞。長期唔開心，嚴重傷害身體。2014年，徐克同助理嘅親密相俾人爆出來，兩個人好平靜咁宣布離婚，結束36年相伴、18年婚姻。最令人難過嘅係，離婚之後兩個人冇反面，仲係事業拍檔。施南生繼續幫徐克監製好多大製作嘅夫，佢一世冇再嫁，冇仔冇女，自己一個住咗好多年。但徐克就打破當年唔生仔嘅約定，組織新家庭，生埋小朋友。呢種落差同幾十年嘅隱忍，係佢晚年身體同心情越來越差嘅主要原因。今次病危，徐克放低晒所有工，親自去醫院陪佢，都令大家睇到兩個人幾十年剪唔斷嘅複雜關係。第三章，同林青霞、張艾嘉40幾年嘅神仙閨蜜情。如果話徐克係施南生前半生嘅牽掛，咁林青霞同張艾嘉就係撐住佢捱過所有難關嘅精神支柱。三個人跨咗40年嘅神仙友誼，今次病危事件入面完全顯示出嚟。施南生同林青霞80年代初至，當時林青霞自己一個鬆台灣嚟香港發展，人生地不熟，圈內資源又少，大大小小嘅雜事全部靠施南生幫手搞掂。林青霞拍夫遇到孤寒嘅老細為難佢，係施南生出面幫佢談判撐腰。接夫、合約、去外地嘅行程全部都係施南生幫佢安排好，兩個人好快就變成乜都講嘅閨蜜。林青霞結婚嘅時候，施南生受邀做伴娘，見證佢人生最重要嘅一刻。2025年金像獎大會專登安排林青霞上台幫施南生同徐克頒終身成就獎。台上兩個人攬到實，畫面感動好多觀眾。林青霞私底下好多訪問都誇施南生，佢係我最敬佩嘅女人，永遠獨立清醒，無論幾難嘅事，只要有佢喺度，我就安心。呢幾年林青霞住喺香港，成日約施南生出來飲茶食飯，知道佢自己一個住冇仔女，逢年過節都會上門陪佢，帶啲家常點心同佢傾偈。今次知道施南生病危，林青霞放低晒屋企嘅雜事，連續2日去醫院，唔想俾鏡頭影到，淨係靜靜地守喺病床邊陪佢，唔想外人打擾閨蜜休養。佢同張艾嘉嘅緣分都係新藝城時期開始，40幾年嘅好朋友，一齊打天下，又係可以講心底話嘅家人。
兩個後生嘅時候一齊喺影視圈捱，見證大家事業起起落落，婚姻嘅開心唔開心，互相安慰，互相扶持。施南生睇住張艾嘉個仔黃令塵大，2023年黃令塵結婚，施南生以長輩身份坐主家席，着得靚靚去送祝福。當年施南生拎法國嘅勳章，黃令塵專登到場賀佢，兩家人來往好密，早就唔係普通朋友咁簡單。張艾嘉性格遠遠地好，智得體諒人，最明白施南生心入面嘅孤獨，知道佢長期自己一個住，經常約佢去自己屋企聚會。今次去探病，佢情緒唔受控發脾氣，圈內人都明係心疼呢位老友一世唔認輸，到老自己一個躺喺病房，冇親人喺身邊。兩次去醫院，佢細心記低施南生想食嘅清淡嘢，第二日親自打包帶去病房，照顧得無微不至。余爭、許鞍華呢班老友都經常互通消息，輪住去醫院睇佢，成個香港老一輩影人都默默為佢祈福。呢班一齊走過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老友，冇利益爭執，純粹一齊相伴幾十年，喺生死關頭放低晒所有嘢趕去醫院，呢種經過歲月沉澱嘅友誼，比電視劇嘅劇情仲要動人。第4章。晚年自己一個住冇人照顧，隨住好多圈內人講出細節，施南生今次病危嘅幾個原因慢慢清楚。徐克喺醫院同老友閒聊嘅時候，都講其實早就發覺佢身體有好多問題，只係施南生性格太唔認輸，從來唔主動去睇醫生，硬頂住所有唔舒服。第一個原因，幾十年唔顧身體高強度做嘢，身體嘅器官全部透支晒。鬆後生入影視圈，到74歲仲喺製片前線做嘢。施南生幾十年都保持高壓嘅工作節奏，經常跨時區出差，趕電影節，睇住劇組拍呼，捱夜係等閒事，食嘢同作息完全唔定時。後生嘅時候以為自己精力勁唔當一回事，到年紀大咗，腸胃、心肺嘅小毛病陸續出嚟。5月去喪禮嘅時候瘦到見骨，就係長期食得太少，心肺變差嘅明顯信號，但佢唔想麻煩人，仲係自己一個去參加各種活動，冇停下來休息，最後細病變成大病。第二個原因，婚姻幾十年都隱忍唔講嘢，長期唔開心傷害身體根本。同徐克一齊嘅36年，無數次緋聞帶來嘅委屈同孤獨，佢全部自己一個人消化，鬆唔同外人講，負面情緒積咗10幾20年。中醫講氣鬱傷身，長期唔開心會影響睡眠、內分泌同器官狀態。離婚之後，自己一個住咗12年，身邊冇伴侶冇仔女，閒嘅時候多數自己一個，好容易情緒低落，長期瞓唔着，進一步令身體抵抗力變差。第三個原因，性格唔認輸，細病硬頂，晚年自己一個住冇人照顧。據佢半山豪宅隔籬嘅鄰居講，施南生平時生活好獨立，好少請全日看護，日常起居多數自己搞掂。身體頭暈、乏力嘅時候，總以為只係太攰，休息下就硬頂過去，唔肯定期去做身體檢查。今年上半年，佢自己喺屋企幾次頭暈，差唔多暈低，冇第一時間話俾朋友知，亦冇去睇醫生，等到身體徹底垮咗入醫院，病情已經好嚴重。除此之外，圈內人補充，呢2年接連送別幾個治咗幾十年嘅圈內老友，頻頻去參加告別儀式，成日沉浸喺傷心嘅氣氛入面，心情一直唔好，都係令病情變差嘅原因。好多問題加埋一齊，先變成而家病危躺床，仲未知生死嘅局面。第5章，半生整出港片傳奇，一世清醒獨立，佢嘅人生從來唔需要靠任何人。好多網友見到徐克頻頻去探病，施南生冇仔女自己一個躺喺病房，就話佢一世為愛付出唔值得。但至得佢嘅圈內人都知道，施南生從來唔係靠男人活嘅女人，佢嘅人生價值從來唔係由婚姻同仔女決定。佢屋企有錢，又有留學嘅學識同過人嘅商業頭腦，就算冇遇見徐克，都一定可以喺影視圈打出自己嘅天下。佢選擇幫徐克，係因為大家都中意電影，心甘情願付出，唔係被逼犧牲。
婚姻走到尾，佢體面咁放手，唔糾纏唔怨恨，轉頭繼續做自己最中意嘅電影，拎過好多國際終身成就獎，成為華語影壇舉足輕重嘅女製片人。佢一世清醒通透，對愛情真誠包容，分開之後都保持體面，對朋友重情重義，幾十年真心相對，對工作拼盡全力，一手整出好多經典港片，令華語電影可以衝出世界。74歲呢年突然嚟嘅重病，令好多影迷擔心，但回顧佢成世人，轟轟烈烈，問心無愧，活成咗獨一無二嘅大女主。而家養和醫院嘅病房入面，施南生仲接受嚴密嘅監護治療，後續病情暫時冇官方消息。徐克、林青霞、張艾嘉仲會抽時間輪住去陪佢。全網好多影迷同圈內從業者都留言祈福，希望呢位撐起港片黃金時代嘅幕後女王可以捱過呢個難關，早日出院，再同老友聚首，再見證華語電影新嘅風光。以後無論結果係點，施南生呢個名都會永遠刻喺香港電影發展史上面。佢半生嘅堅持、包容、獨立同溫柔，都會成為好多女性值得參考嘅人生榜樣。